把门打开。是。小蘑菇，来。乖。禀太后，犬妖已带到。好，太后，已经准备好了。那就斩了吧。太后有令，斩立决。保护太后和皇后！上！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走！都不要退，顶住！我们也真够倒霉的，人们都去看犬妖斩首了，我们却在这儿看门。那不还都是因为你打牌输了，我们才在这儿。我昨天不是给你使眼色了吗？你使你眼色，谁能看懂？给我闪开！公主，我们办不到。太后有命，3日之内谁都不能进这个门。你以为我杀了你们，太后会在乎吗？人呢？怎么是你？你怎么恢复了法术？道法一直在我身上，得失也看自己。想逃没那么容易。
吓死我了！天牧童，你未满3日私自逃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你们还在等什么？行了，若不是他逃出来，你我还有命吗？天牧童多谢太后见谅。这是小蘑菇，是小蘑菇，是啊，小蘑菇没有，怎么回事？天牧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回禀太后，这个犬妖曾是我贴身的小太监小蘑菇，他是被隐藏在宫中的白巫师变成这个样子的。太后，天牧童私放了小蘑菇，也是不想滥杀无辜，不想让太后的清誉蒙羞。但他这个人一向这样装腔作势，事后也没有跟太后说明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天牧童，你继续说。太后，白巫师之所以把小蘑菇变成犬妖，是因为小蘑菇之前闻到过仕女图的麝香，他想利用小蘑菇找到仕女图。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小蘑菇即使变成了犬妖，也没有完全听从他的命令。哼，还不是你动了手脚。最早的犬妖死了之后，这宫中仍留有妖气，而且宫中唯一被咬的却还活着的，就只有小蘑菇一人。所以小道早有准备，在他的灵台注入了神石。可是我也没有想到，这白巫师竟然如此狠毒，他让小蘑菇咬死了陶公公。哼，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。诚然，这世间之事，哪可一一料到？小道在面壁之时，确实已心灰意冷，可也不曾想过，竟无意修道成功，这道法更上一层楼。这也是天意。还请太后宽恕小蘑菇的罪过。赦免小蘑菇？太后有所不知，这犬妖恢复成人形之后，犬妖的记忆便会完全消失。犬妖只是被白巫师所控制的，他自己本身是没有意识的。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无意识？如果他完全无意识，他怎么会去救你呢？况且他令云儿致死，差点让公主受到伤害，这可是有目共睹的。小道方才所言，纯属事实，还请太后宽恕。太后，你可千万不能放了这个小蘑菇，他作罪太多，如若放了他，恐宫中之人不服。宁妃，你的意思呢？回禀太后，臣妾觉得皇后说的在理。如果这个小太监再次变成犬妖的话，后宫又该大乱了呀。太后，这犬魂珠已经被小道毁了，小道敢担保，小蘑菇断无变成犬妖的可能。禀太后，臣有一言不得不讲。于大人请讲。依臣所见，小蘑菇应当被赦免，也必须被赦免。哼，我当是什么话？
于大人，你之前帮天目童求情，现在又帮小蘑菇求情，于大人，你对后宫之事可是热衷得很呢。皇后，臣并非是有意干涉后宫之事，臣实在是为太后的声誉着想啊。此话怎讲？太后，正如天目童道长方才所言，这小蘑菇其实也是个受害者，他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变换成犬妖杀人的，而且他还杀死了一手抚养他长大的陶公公，这已然是一出人间悲剧了。太后若能赦免于他，便体现了太后的仁德之心。于大人可真是一片忠心，处处为哀家着想。臣只是就事论事而已。我看你是诚心帮天目童吧？皇后，天目童是太后请到宫中的，他有多大的本事，太后心里自然清楚。若不能很好的安抚于他，使他另外产生别的念想，可就不好办了。好吧，既是于大人求情，那我就答应你，赦免了小蘑菇。太后英明，把这个白巫师的真实身份揭开。这人是谁？这不是臣妾宫中的一个侍女吗？啊？哎呀，她怎么一直潜伏在我的身边呢？哎呀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快送令妃回宫，千万别动了胎气。哎呀，把这个白巫师押进天牢，择日斩首。